建面約162方，拓展之後實際利用面積達到我哋220方，超過140%嘅得房率。中山石期改善天花板，展銳光翼灣160方，複式戶型，可以媲美我哋而家熱銷嘅第4代住家設計。南北通透雙陽台，南陽台非常之開闊無遮擋，可以直面我哋嘅旗江河，全天採光，喺屋企都可以盡覽一線光景。就好似啱啱嘅兄弟所講，窗外空光勝過詩和遠方。空間靈動改造，書房做咗一個開放式嘅設計，同我哋嘅餐廳達成咗一體化嘅空間。呢個空間有85個方，非常之有氣派，接待客戶非常之有 face 嘅。廚房中西雙廚設計，U 型中廚搭配我哋嘅斗台西廚。單呢個餐廳都足夠我哋10個人同時做餐。戶型可設計5房4衛3獨立套間，各有各專屬空間，就算3代同台都可以互不打擾嘅。複式上下分層，原位實現動靜分區。2樓做咗個套間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。主人房都非常之闊落，足足有45個方。單獨將個房間設計成我哋主人房嘅衣帽間，女主人再唔怕冇地方放衫啦。就連洗手間放一個浴缸都足夠空間。喺房間坐喺南向窗口位，睇到一線光景。呢個房間有冇睇過咁大？都係一個套間設計，老人家唔使爬樓梯，住喺1樓非常之方便㗎。緊鄰中山北站，1.5公里範圍有我哋中山3號會員店、歡樂海岸城、大順商圈環繞，生活出行無需等待。仲有業主專享香港直通巴免費接駁車。項目實景現樓，光景戶型實地可看，無需擔憂延期交付。旗江新城稀缺複式光景資產，自住保值雙優選。每一棟樓都有架空層作為飯會所使用，小區園林都係實景呈現，一步一景，流水園林。中山絕版戶型，如果想睇光景複式大平層現樓，各位可以評論區留言俾我攞資料。